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请敬拜团引出咱来吟诗。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如果我们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那如果需要休息，我们也随时可以坐下，用我们的心来赞美他。可以击掌，可以欢呼，用欢呼来赞美。大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再一次我们扬声来赞美他，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就是我的施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王，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让我们从头再一次的来赞美他，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因为他是创造的主，是创造到实行拯救，是实行拯救。你就是我的施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王，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主，我们最后一次的大声赞美他，因为你是创造的，他是拯救的。你是新拯救，你就是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王，你是耶稣，大声的宣告：耶稣是我君王，耶稣我君王，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我们将我们的掌声献给他，因为他配得一切的颂赞，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他也是那一位创造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创造今天的好天气，他创造各样的花草，他创造各样的人，使我们能够彼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心的来赞美他。生命前永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结满年，我们一同欢欣笑开颜。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你面，
荣耀主耶稣基督的爱，花径像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身上这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让我们从头再唱一次的时候，我们要与万物一同歌唱，与大山一起歌唱，与花草一起歌唱，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从头。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你面。百花开，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在爱花径像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身上这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花径像。花径像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山向这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目睭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名，阿们。请坐。这是咱的课业，课文第22篇。我的心神啊，你着俄罗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俄罗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物祝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有偌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
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有大官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了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逐位，拢着学了耶和华。这是咱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搁一摆组织伫遮来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赐予阮台湾这个所在。台湾虽然无大，但是真丰富。阮伫即个土地生养拍拼，即个美丽的岛是阮的厝。伫主的引领下，台湾成做一个世界瞩目的所在。祈求主赐智慧，互住伫即个岛上的人，互因会当互相帮衬，正确选择台湾未来的路。阮大家也感谢主，互阮的教会哪来哪进步，人数哪来哪加添。祈求主，互阮继续进步，兴旺阮的教会，也祈求主，互侍奉你的同工，因为听你来得到祝福。阮也少年今日无来的兄弟姊妹，求圣神甲伊同在，互因虽然病痛，但内心平安。求主，互因早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祈祷奉主圣名来求，阿免。于是咱请团体来为咱献诗。这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诗篇第98篇。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因为伊捌行奇妙的事，伊的正手甲伊成的手骨，已经为家己行拯救。耶和华互人知伊的拯救，伫列邦人的目睭前显明伊的公义，
伊纪念伊对以色列家所发出的慈爱甲信息，第四角拢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乐伊，着弹琴唱歌学乐耶和华，着弹琴和诗歌的声学乐伊。用号头甲扫角的声，伫君王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原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着出大声。世界甲伫遐中央的，也着出声。愿大水拍掌掌，愿遮的山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照伊的正直审判列邦。以上，这是咱请迄个叶长老来为咱证道。亲爱兄弟平安。因为蔡长老吼，伊去七股啊，七股教会，对不起哈，所以讲叫我来家分享这个信息啦吼。今天我们用的题目就是当颂赞上主，大意是讲俄罗摇花，我们当颂赞上主。咱三个来祈祷，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是蒙恩的儿女。主，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身体疾病，在病床或者在家务病床的，主啊，求你保守看顾，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在于你，复活也在你。主啊，我们求圣灵运行在这个当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这一些其奥秘。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颂赞上主。我们怎么来颂赞上主了？其实各方面都有。我们看到例如说这个插花的这样，我们知道插花的以前有许荣义执事嘛，现在是艺文姐妹嘛，她在帮我们插花。插花也是一种颂赞上主。我们看这些编织啊，我们看这些编织这是郭碧慧姐她利用好几个月的时间把它编织好，这些也是颂赞上主。我们也看到诗班这边颂赞上主，刚刚社青也是一样，都是在颂赞上主。我们都是用这样来颂赞上主了我们再看在刚刚我们读的那个诗篇里面，我们颂赞上主，就是颂赞这个上主奇妙的创造。这些奇妙的创造，所以诗篇19篇怎么讲呢？第一讲这个天讲上帝，讲出上帝荣耀啦，强创传扬伊的手所做工。这是对迄日发出言语，这面对迄面传出灾难。其实我们知道，从这一些创造，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神创造的奇妙，我们来赞美。我们看这些花朵，看这些动物，这是神的创造。我们最近不是有那个机器人吗？那个机器人造出了一些机器人我们就感觉哇，那个不得了，非常厉害。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神的创造这个非常厉害，从来没有赞叹的很少在赞叹。其实我们看像这样这些花朵，像这些动物，其实这个是神的创造。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当然会来赞美颂扬我们的神了我们再看这些鸟这些海中的生物，我们如果说到水族馆去的时候，都会看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都会来颂赞我们的神，因为唯有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的时候，所以69篇34节怎么讲呢？愿天跟地洋海跟其中一切动物都赞美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连这些动物都会赞美神的，何况我们是人，是神的灵
吹了一口气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更应该来颂赞上主。再来，我们颂赞上神的信实、公义跟慈爱哈。耶和华发明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所以我们颂赞神公义，他的慈爱哈。我们分几个点来看。第一个应许，第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咒诅你的，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个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没有错没有错。很多地方都因他得福了，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神跟他讲你虽然被掳，因为你违背了我的命令，但是你所到之地你要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我们可以看出来，犹太人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成为那一个地方的祝福。有的时候我这样想大概全世界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说全世界最富庶的地方，最繁荣的地方，那犹太人就很多。例如说现在的那个纽约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很多。他们有一个区域就是犹太人的区域了，所以他们逾越节的时候，或者祝棚节的时候，那个区域都非常安静，因为很多人都在守他们的节日。我们可以看出来以前呢是在哪里呢？日内瓦也曾经非常多的人，日内瓦，后来伦敦也很多，因为当那个时间点。那一个地方非常富庶的时候，犹太人就很多到底是因为富庶犹太人去，还是因为犹太人去了以后变成富庶了，变成非常繁华？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去的地方会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这个是神所应许的。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到现在都仍然持续着。再来我们看一下慈爱的约了后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到西奈山的时候，神跟他们立了约，就是西奈之约。所以神跟他们讲说：“我领出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我一路跟你同行。你如果谨守遵行的时候，你们呢会成为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自身所生地产牲畜会非常多，你们会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个是神跟以色列人特别这样讲。虽然他们从为奴之家，就是在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神跟他们这样讲为什么神跟他讲说要同行呢？因为在西奈山的时候，他们曾经造了那个金牛金牛在那边拜的时候呢，神非常生气就跟他们讲说怎么样呢？跟摩西讲说：“摩西我下去把所有这些犹太人把他杀了，然后我让你的你的家族呢，我带你进到迦南地去。”结果摩西讲说怎么样呢？摩西跟神怎么讲？说你不能这样你如果这样的时候，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把他带出去，不是要带到迦南地，是要带到旷野把他们杀了。神说：“好，我听你的，那我就派天使跟他们同去。”摩西讲说：“不行，不能带天使去，你要跟我同去，你一定要跟我同去。”所以神跟摩西讲说：“我跟你同去，进到迦南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同行的时候非常重要。所以耶和华说：“我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都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我们知道犹太人他利未记里面特别讲说，如果你们当中有贫穷的人向你借贷的时候，不可以取利息，不能取利息的但是呢，如果是不是他们以色列民族呢，可以取利息的。所以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就写了一篇嘛那个吝啬的那个犹太人把那个犹太人描写的时候非常吝啬了，非常贪财其实他们就是有很多赚了很多钱以后，然后借给他们收他们的利息所以后来他们就发展的是怎样呢？发展的那个银行既然不能我借给你不能拿利息的时候，我就开了银行，银行就可以拿利息了所以银行家非常多
哦，他们犹太人的银行家非常多了哈。啊，再来，如果不遵守的时候，就咒诅必追随你。台语讲啦，讲这个咒诅约着你啦，哇，那不得了嘞，是追着你，追着你，所以临到你身上啊，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啊，其中一个哈，就是说，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抛在各国中，令人惊骇、笑谈讥笑，性命必悬悬无定。昼夜恐惧，治疗性命难保。我们知道读犹太史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就知道没有错哦。他们从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后来被罗马帝国把它抛在万国之中的时候，也一样。尤其到那个16世纪、15世纪的时候，也是这样。只要哪一个国家要发生打仗的时候，就把犹太人赶出去，然后没收他们的财产。直到二战的时候啊，希特勒还是抓他们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圣经的里面所讲的，确实按照这样来行。所以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不敬拜他的时候，他就像性命悬悬无定了。哦，里面特别讲到里面特别讲到说，白天的时候非常希望晚上马上到，晚上的时候非常希望白天到来，所以就这样非常紧张啊。他说手去摸墙壁就被蛇咬，哦，到这种情况啊，所以神的是信实的神啊，所以以色列人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啊。再来我们看一下，他说如果这样的时候还是一样，神还是会把他领出埃及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说叹息哀求的声音已经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立约是非常慎重的，非常慎重哦。犹太人的对那个立约非常慎重。我看一本书哦，里面讲到那个一位在日本的犹太人啊，在日本的犹太人，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啊。二战的时候，日本有一个外交官曾经签了非常多的那个就是签证让犹太人可以从奥地利、从德国那边跑到日本。那个也是一个基督徒啦，基督徒外交官。后来那个外交官被人家免职了，被人家免职。这个很多人到那个日本去的时候，那个就写了这一本书。那个他说有一个犹太人呢，欠了另外一个犹太人。借了钱了，借了钱以后例如说借100万了，这个借的人说没有，只有80万了，这个被借钱的这个人债权人他说100万，结果就去他们拉比那边了，拉比讲说好，我去找他，结果那个人已经跑掉了，跑到美国去，他透过他们的那个犹太人去找到那一个人跟他讲说你是不是借了100万，结果你跑走了？他说没有嘞，我只有借80万。那个拉比跟他讲好，那这样的时候你就发誓嘛，在神的面前发誓。他一讲这样的话，那个犹太人马上讲说没有错，100万。那个拉比跟他讲说其实那个人不要你的钱只要你承认是这样的时候，他就一笔勾销。因为怕说你在神的面前得罪了神。我一看到这样的时候，我说他们对神的那一种信实跟那个约非常非常注重这个神跟他讲说，跟亚伯拉罕他们所立的约了，所以他呼求了，他就把他带回去了，带回到迦南地区。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我们知道我们看的那个左边那个图就是巴比伦的时候。当巴比伦攻进去的时候，那种情况攻进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右边这一个呢是维斯帕先那个时候就是提多将军攻进去的时候那一种情况巴比伦这一次只有70年，但是呢，维斯帕先这一次提多将军攻进去的时候，经过2000年，到二战的时候结束以后才复国。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了，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
这是神把他们抛在万国之中了哈。所以天为铜，地为铁了，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所以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眼中所看见的必是疯狂，性命险险无定，昼夜恐惧，治疗性命难保。这是《生命记》里面所特别记载的，他必用刀剑、瘟疫追赶里面，他抛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这是耶利米书所写的。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神的约了。但是神也怎么讲呢？说你如果到被掳之地，如果呼求我的时候，我就带领你们回来了。带领你们回来。左边上面这个图就是他们从那个巴比伦归回的时候，所以上行之诗126篇怎么讲？说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底下这一个左边底下这个是印度的马拉西支派归回，最近马拉西支派从印度归回了，其实他们跑到那边已经有2000多人了，2000多人。为什么知道这样呢？因为很奇怪，他们跟印度教都不一样，跟回教徒也都不一样。结果他们的拉比犹太人的拉比去到那边的时候，听他们也有守逾越节嘛，也有守住棚节，这些都有守。还有他们在住棚节的时候会唱诗篇这一首诗歌，所以他们一唱的时候用古希伯来人唱嘛，所以他们那些拉比一听就知道那是我们所流失的支派。马拉西支派原来跑到这边来，有一大部分跑到哪里去呢？跑到中国了，跑到荷兰那边、开封那边，有一些跑到这个印度，因为其中有中国的皇帝曾经又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就跑到印度。右边这个图呢？右边这个图是俄罗斯、乌克兰的犹太人归回，也是最近的事情了。最近他们归回到以色列去。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应许跟那个约是永远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所以耶利米特别讲说：“我用慈绳爱手牵引你我用慈绳爱手牵引着你。”我们颂赞什么？我们颂赞这是旧约的时候，我们的颂赞他所立的约；新约的时候，我们颂赞耶稣基督的拯救。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叫约翰。这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反正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成为神的儿女不需要什么做功斗这些了，不需要。凡信他名的，他就赐他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知道颂赞神赐耶稣基督这个是说，人如果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字。这是约翰3章这一边。我们知道左边这个图就是尼哥底母，耶稣跟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来的时候，耶稣跟他讲要水跟圣灵来生了，结果尼哥底母就信了，尼哥底母就信了，耶稣就跟他讲说天国的福音这一些，天国的福音，所以只要信，不是因为他怎么样，不是他是一个大官，都不是，只要因为他的信我们看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不是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只有在犹太地就是加利利那个地方跟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宣传天国的福音，叫人家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因被钉十字架，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不义。但是后来耶稣讲说怎么样呢？
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没有这一些人出来传的时候，那左边这个图是何瑟温，何瑟温这个宣教士其实很少人知道了，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都很少人知道，但是他这一个何瑟温这一个宣教士他造成中国的基督教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就很多人因为他信了耶稣基督。何瑟温他是从那个英国来的一个宣教士，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湖州啦，所以他会讲湖州话，他在那边教英文顺便宣教他没有差会他是自己来完全都靠自己其实他是一个英国一个乡下的教会来的，来了以后呢，他就在那边宣教教英文。后来因为人家排挤他，他非常认真，排挤他，就说他重伤他，说他有什么问题结果他没办法，只好回到英国去。回到英国，经过了将近好几年了，将近10年的时间，神的声音又跟他讲：你要再去，你不能在这里，你要再去。所以后来他又到湖州来，他就在一个山腰上山腰上一个地方就住在那边在那边祷告非常久，祷告了好几年了然后就跟隔壁的人这样宣教。后来谁去听他讲道呢？尼托生跟他一看，这个人怎么会那么虔诚？所以尼托生说因信称义。后来我们要成圣嘛，尼托生特别讲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成圣的，有半个人的，但是我有看到何瑟温这一个宣教士，他是真的是成圣他是这样。所以尼托生我们知道尼托生是什么？是召会的创办人，就是聚会所了。我们讲说台湾现在基督徒里面各教派里面最多的人大概是长老会最多了，第二个就是召会非常多召会他很少，我们很少看到他到处去传但是召会的那个基督徒的人口非常多非常多这个他是召会的一个创办人，后来被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起来的时候，他就被抓去关了大概20几年，出来好像没有到半年就去世了尼托生所以他对中国的宣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所有中国的宣教不要再靠宣教士了，应该靠我们自己了，靠自己所以他就把很多基督徒只要跟他们在一起了，他就陪他们读圣经。所以那个召会，你就要去召会做礼拜，你就知道召会是没有牧师，也没有长子，都没有。他们认为说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因为这是耶稣讲的嘛你们都是兄弟姐妹所以他们召会都是兄弟姐妹。所以有人你有感动，你就上来讲的时候，一讲圣经底下人全部跟着一起念，都不用看圣经了，不用看了，是自己就背起来，就这样一直念。所以这个是召会。旁边这个是王在王在是一个军官一个海军的一个军官他刚好停泊在那个湖州那个地方港口听说有何瑟温这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就去去听。他不是基督徒，王在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太太是基督徒了。他太太跟他讲说：“你要娶我可以，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办那个婚礼结婚典礼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他就这样后来他去听他讲了以后王在就信了耶稣基督，而且成立了一个什么中国的布道团，在中国里面布道，而且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布道。所以王在那个中国的布道历史上非常有名这两个都是因为何瑟温的关系。再来旁边那个宋尚节，我们知道宋尚节就是到美国去读书回来以后把那个化工博士把那个毕业证书丢到海里面去的那一个宋尚节，他曾经到台湾来布道来这边布道。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些人然后把福音传到中国，传到台湾我们知道台湾就是巴克里他们这些人传，
那这是什么？神的应许。那所以我们因为这样来赞美他，我们因为这样来赞美他。在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新约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嘛，新约是耶稣跟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耶稣，我们上个礼拜才有人受洗，我们守圣餐嘛。圣餐的时候就是说，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所流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跟我们所立的新约。他被钉十字架的前几天的时候，守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是这样跟我们立的新约。所以这个新约也是信实的。旧约，所以有人讲说，你不相信有上帝吗？你就看犹太人，看以色列人。所以圣经讲说，以色列人就是我的见证人。我怎么样信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你看他们就知道我就是他们的神我就是神。所以神就特别这样讲。神既然跟以色列人这样立了那个约，就按照这样来谨守的时候，来用信实，用他的慈爱来保护着这个约的时候，这个新约是耶稣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当然也是这样了，也是这样。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了，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其实一个教会有没有彼此相爱那个氛围，一进去就知道了，一进去其实就知道。那有的时候因为人都会有一些摩擦，但是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想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他都可以饶恕他们，我们还有什么不能互相饶恕的互相原谅的所以这个是特别耶稣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命令。所以再来是永生的盼望。所以神所差来的就是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个是永生的盼望其实那个永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神，圣经里面也特别讲了，说早就立在我们的心中了人的永生早在立在我们的心中，你要不要相信所以现在有很多科学家也很多在研究嘛研究有一些那个心脏科的跟脑神经外科的，他们看到说人后来去世的时候，有些人因为休克了，灵魂出窍了，后来又回来的时候，就讲了一些你看有很多那些医生讲了，他说其实没有错了，他说有些人就进到光里面了，光里面就看到那个天堂的那种景象，后来再回来了，有一些是基督徒，有一些不是基督徒也有不是基督徒的，也有看到这种景象。回来以后他说确实有天堂他就这样讲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明明跟我们讲的就是永生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个永生，没有复活的时候，彼得、保罗那些12个门徒绝对不会为了这个牺牲他们生命都不会害怕，一定不会，因为他看到那个天堂的景象所以当保罗被调到三重天看到那种景象的时候，他回来他特别讲的时候这样，他说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跟将来的荣耀，所以我一定会忍耐的。虽然我被打，被抓去关，最后被砍头了他说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天堂的景象。他说我希望赶快去了，但是神跟他讲说怎么样呢？跟他讲说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你还要再为我做工所以常常有很多人，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说为什么会这样例如说雅各一下就被杀了那个约翰没有被杀，彼得也被放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他的时间，去的时候就先到享受那一边天堂的荣耀，还没有去的时候就是留你在这边，为了什么？为的是神国，为的是宣传他的福音所以我们常常是因为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讲说，我在20几岁的时候，那个就是动脉长瘤嘛，那个时候其实很紧张我不知道
我从嘉义要送到那个马街来的时候，他们都在哭啊。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哭啊。原来医生跟他们讲啊，动脉瘤哦，不知道这一次去哦，良性还是恶性不知道，恶性就再见了啦。我也不知道，我说奇怪啊，我脚断了，他们怎么哭什么？结果后来我躺在马街28天哦，躺到大概第7天的时候了哈，开完刀，医生跟我讲还好是良性的。那个时候我就讲，我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了，那个生命完全在神，完全在神。因为同样在那边的那个动脉瘤的时候，恶性的就一下就再见了，很快的就走了。所以神留你在这边干什么？留你干什么？唯有什么赞美他，台语讲欧乐了，欧乐他赞美他。因为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的意思。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什么？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因为复的意思叫一切见主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他的名下的时候，他说什么？一个也不失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定。神跟我们，他特别这样讲，一个也不会失落，一个也不会失落。所以我们颂赞上主的同在同行啊。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白天有银柱，夜晚有火柱。你如果这个时间到旷野去到埃及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你真的会受不了了。大概温度我看40几度40几度应该都会40几度啊。你那么多人在那边走，难怪那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会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但是神呢，白天用银柱把它遮住，晚上非常冷啊，用火柱照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上主同行的时候，同在同行，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孤单的时候得到陪伴，敌人攻击的时候得到拯救。我们为了这个来赞美神、颂赞神。神会利用我们知道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所有的连他的子女都被神把他收回去的时候，他没有抱怨神的，他没有。约伯3个朋友一直跟他讲，你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约伯说我没有啊，我一定要亲自跟神来对话。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要让他达到神的要求，就接近神了。所以约伯就讲了一句话，是什么？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自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这是约伯最后的这个。我们知道约伯的财富后来神又给他加倍又给他加倍。在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喜乐跟平安，这是我们在新约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因为这样来赞美了因为外邦人要仰望他，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直讲说，虽然受到逼迫，受到灾难，虽然被抓去关，他心里都有喜乐。所以保罗跟希拉不是被抓去关吗？关的时候还在那个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如果我被抓去关的话，我想我哪叫歹命啊！我怎么会这么倒霉？我为了你的名，竟然被抓在关，还被打。但是保罗没有这样他还是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他圣灵跟他同在的时候，那个喜乐跟平安。所以你知道，基督徒人家看到你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脸上那个喜乐跟平安。即使面对困难，即使面对了很多身体的疾病，我们仍有平安仍有平安。所以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他就特别这样讲，保罗寄给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他就讲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定的旨意就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台语讲常常欢喜啦，祈祷无煞，凡事感谢。这3样的时候，就能够让你常常会心里会平安了。
你又常常抱怨，常常在那边一直咒诅的时候，我想这个就不会平安了。有些人会常常抱怨的，我也会啊，有的时候我非常生气啊，有的时候也会非常生气，有的时候怎么会这样？但是常常我们就想到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所以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灵魂体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无可指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因为这些信实，因为这一些喜乐跟平安，我们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常常赞美啊，常常赞美神。有时候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其实我们仍然祷告来赞美。有些人像刚刚有些人就在那边一直背灰给吧，很多人就在那边。其实我们这样也是献上我们的感恩。有些人说我没有做什么呢？我怎么赞美？有啊，你用祷告啊，用祷告来托住。我们常常很多人为别人祷告，你为别人祷告。我们有的时候到庙里面去看到他们，大部分都是为自己祈求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来到祷告的殿的时候，不只为自己祈求，还为别人求福，别人因你得福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赞美神。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也可以赞美，透过祷告，透过诗歌，透过各种方法，你都可以赞美神。你来服侍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因为这样来赞美神，来荣耀神。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愿神增加我们的力量，可以把那个福音广传，让更多人来赞美神。那三块来祈祷。慈悲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赞美你。我们要祷告，要祈求，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是吧？因为这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我们感谢你，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叶长老的分享，这是咱来吟圣诗298首，请起立。
请坐，请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咱游玩徛咧来吟上行第398首，金丝线，请叶长老来为咱祝祷。咱三个人领受上帝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三甲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我伫报告进前吼，像叶长老先为着有几个特别需要关心的兄弟姊妹来带咱做伙来代祷。咱三个来祈祷啦吼，为着几个来祈祷，咱嘛家己会当出声祈祷吼。所以咱来拜阮的上帝，阮伫遮特别为着条件兄来祈祷。所以现在又入伫教学病房。召集佢哋亲自将你大灵的手骨下伫伊的前面，在你早前怎样医治遐个病痛的人，怎样互遐个痴迷的、变衰的，以及遮个未行的得到医好，
最后，阮伫遮特别恳求你，祈求你看顾保守，会当医治伊，会紧紧来恢复。万关的主，阮也为着彩英节，为着考歌技师，为着阿嬷，为着乔美姐，祈求你保守看顾伊。虽然因暂时会当因的记忆力有衰退，因有真济的困难，但是阮知将因交伫你的手中，祈求你看顾，祈求你保守，祈求你带领。最后，阮将圣母上祈求你看顾伊，最后祈求你带领伊的目睭会当紧紧落来恢复。万关的主，阮将这人交在你手中。阮当中无提名的，也祈求你看顾，因为阮知你知阮的需要，阮还未开嘴，你就知。最后祈求你保守，找你的圣神扶持安慰，才会破病的心神软正的，会当互因的灵魂体拢得到用正。阮感谢你，快速祷的名，阿门。只是我来报告。本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咱分享的圣经是伫《使徒行传》第13章到17章。伫哩2025年6月22号，小会第366届接纳丁俊霞姊妹甲陈炳宏兄弟、廖瑞峰兄弟甲杨素云姊妹为本会陪参会员。7月1号10点到1点，社区伫4楼举行结业联谊会，甲这个福音见证会，请代祷。下主日召开定期的中职会，会友若有提案，请通知中职。7月5号、6号主日学要伫教会举行迷你的夏令营，欢迎主日学学生甲家长预留时间来参加，也欢迎会友邀请有熟悉这个国小的学生一同来参加。7月这个伫月的中职是朴文长老甲世军职事。7月主日学老师是林玉瑜、欧任君、陈静慧甲洪义新。本日圣安宫读经是《使徒行传》13到17章。以上。咱请这个生活队，还是这个没有对，迄个阮请叶队长来为着咱今日的小组的圣经节来做一个分享。我才讲了吼，咱今嘛讲迄个13章到17章，其实他讲到了，就是那个伫安提阿迄个所在保罗我们知道那个彼得，他伊伫圣神降临的时啊，圣神降临的时有3000个来归入耶稣基督，后来佫有15000个嘛，这人后来司提反互人用石头钉死以后，这人就离开各地方去了。我们知道有些到哪里呢？到那个亚历山大城，埃及的；有些到那利比亚那个古利奈，还有些到安提阿，还有些到那个土耳其那边去了。这些人呢，到那边去了以后，就把耶稣基督传开了。传开了以后，最多的是安提阿，因为安提阿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了。安提阿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安提阿的时候，就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啊。到底他们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就派了巴拉巴去了。巴拉巴一去到那一边的时候，巴拉巴去到那边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他就把耶稣基督的，因为巴拉巴曾经也看过耶稣基督了，所以他就跟从了，所以就把那个巴拉巴就把那个福音传给他们。传给他们以后，因为人太多了，如果要派彼得他们去就没办法，因为彼得不会讲他们的语言了。
所以只好是怎么样呢？只好他去大树的地方，去逮手那个所在找保罗，然后找保罗一起到那个安提阿那个地方去那边宣教，在那边所以安提阿那个地方就非常多的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读的时候也有讲说，有些人就讲说，那是不是要犹太人讲说一定要受割礼嘛？要受割礼，就是第8天要受割礼。你如果还没有受割礼，是不是要受割礼，然后再来信耶稣基督才可以得救？然后彼得就起来讲，后来就回到耶路撒冷来讨论这个问题。彼得特别讲了，彼得说他因为那个曾经那个在凯撒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百夫长啊，百夫长曾经找他去嘛，找他去的时候，那个百夫长因为他自己也在祷告的时候，天使出现跟他讲说，你的祷告你的周记已经蒙神垂听，所以你就派人到那个约帕那个地方找彼得，有一个叫西门的彼得去找他，结果彼得隔天他中午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讲说神有异象让他看到说有那一些不能吃的不洁净的动物，叫他拿起来吃。彼得说我不吃这个，因为我从小就遵守。神跟他讲怎么样呢？说神认为洁净的就是洁净的，没有不洁净的，神认为洁净就是洁净的，你拿起来吃。结果后来就马上有人天使跟他讲，你起来下去了，因为他在楼上祷告，说你起来下去。下去的时候，那一个百夫长所差来的人就已经到了，问说有没有彼得在那边了。结果彼得说有啊，就跟他们同住以后，隔天彼得就跟他们到那个哥尼流的家了。到那个百夫长哥尼流家，到那边去的时候，哥尼流说要拜他，就趴在地上。他说不行，我也是人啊。后来就受圣灵，在彼得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所以彼得就讲这一段了，说他们没有受割礼他们圣灵降临了，所以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帮他们施洗所以彼得这样讲的时候保罗也讲说，你看很多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归入了耶稣基督，所以不需要再受割礼了，因为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了他们那些人没有受割礼所以后来就决定了说那这样就不需要割礼了不需要割礼，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就可以，只要他信嘛，就可以这样。这一个后来他们就决定怎么样？决定说拜偶像的东西不能吃了，热死的不能吃了，有血的不能吃。我们长老会其实咱买也吃的有血的就很多教派不吃有血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出去的时候刚好当中有一个我在吃的什么？吃的低会贵了，猪血糕了。有一个就跟我讲你来吃这，你不是基督徒，你说不能吃了，那个是召会的。他就马上跟我讲了，他说不能吃了，你看圣经记载的。我就没有错，其实圣经有这样记载了。后来我们长老会很多教派也有吃的，但是也有很多教派没有吃。这个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福音就广传到外邦人之中。所以因为罗马帝国的迫害，所以将福音传到，因为这些人被迫害的时候就到处跑跑的时候跑到哪里？只要跑到有罗马帝国的地方都跑了。罗马帝国当时管了欧亚非，所以欧亚非3个地方都有，所以连那个英国那一边英国当时他们是认为是蛮荒之地法国也是蛮荒之地法国跟德国当时都认为蛮荒之地，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判耶稣死刑那个比拉多后来就被放逐到高卢了，放逐到高卢去就是法国那边嘛，其实那个地方以前都是认为是蛮荒之地，但是福音都传到那个地方，因为在安提阿那个地方，他们开了会以后，保罗就把这些带回去跟他们讲，只要遵守这些那个就可以为他们施洗
好这个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其实还有一些啦，我们自己等一下在小组的时候一起分享，谢谢。的避讳。咱来行平安礼。